早期台湾卖冰的小生意人，拢是骑铁马，也是搭三轮车，喇叭七咧，就大街小巷沿路咧叫卖啊。演变较大，造成即马食清冰满满的配料，互人客家己拣，家己去创造属于家己喜欢的口味。不管是倒一款古早味的冰品，咱看到的拢是每一个头家对家己产品的坚持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